江南丝竹，吴侬软语，得天地之灵气，孕育出了美轮美奂的苏州评弹。在它400多年的发展史上，名家辈出，流派纷呈，其中由蒋月泉先生开创的蒋派艺术影响力最大，传唱度最高，深得众多书迷的青睐。蒋月泉先生被一致公认为是评弹泰斗一代宗师。蒋月泉作为20世纪评弹艺术的代表人物，他一生的艺术生活始终与家乡相依相伴。他祖籍苏州，在书坛上讲的是苏州话，唱的是苏州情，说的是苏州故事，留下的是难以割舍的苏州情缘。在2017年大师100年诞辰之际，苏州电视书厂经过精心的整理，收集了各类资料，制作了纪念专辑《明月清泉照后人》，致敬一代宗师蒋月泉。1996年7月，苏州山塘街迎来几位游客，其中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尤其引人注目，举手投足间气度不凡，一度引起了当地居民的热情围观。你平光带所有的场合啊，当地这个群众啊，自然就会得围上来，所以听这个海里啊，哎呦，你谁是那个书迷啊？你谁是那个主人啊？啊，到你门上门对，这个像死高人一样。当他来到评弹博物馆参观，更是受到了评弹听众和台上演员的热烈欢迎。为什么这位老者的行踪会受到大家的如此关注呢？他又和苏州有着怎样的情缘呢？其实画面里这位被尊称为蒋老师、蒋先生的老人家，正是评弹泰斗蒋月泉先生。辣辣1996年，你苏州电视书上呢，你一听子蒋月先生呢拍摄个电视人物周记片《蒋月泉歌手行踪》，也就是蒋月泉辣辣80高龄时期辣辣生前最后一次辣辣媒体露面的一份电视周记片，成为自你非常有价值意义的文化档案资料。蒋月泉先生是苏州评弹界代表性的传奇人物，在评弹发展史有着划时代的意义。1917年12月，他出生在上海，童年时期就受到家庭的熏陶，经常在戏院里看戏，书场里听书，舞台上的五光十色让他十分着迷。当时的十里洋场，评弹是最流行的娱乐之一，大受听客们的欢迎。能成为评弹响当、成名成家、走红上海滩，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年仅17岁的他，就先拜钟孝农为师，学说珍珠塔。不久，他听到张云婷说的玉蜻蜓诙谐幽默、细致入微，就改拜张云婷为师，学说玉蜻蜓。为了使自己的艺术再上一个台阶，他不顾降低辈分，再次投拜了阁房师兄周玉泉为师。是一生命的性格，梦就是忘记是生命的，有两个思想，一个是张人，有一个是孙人，一个正定做的这件事是一的，所以我跟到了这两个思想，我在古今上这样很好的去，很好吃，一道正事。当时的上海滩名家云集，蒋月泉作为后生晚辈，在台下用心学习老前辈的长处，在台上放胆演出，慢慢就有了点小名气。可惜在他和老师周玉泉拼档演出的第2天，他在书台上竟然发不出声来。能和先生同台演出，是蒋月泉梦寐以求的愿望。面对艺术道路上第一次重大挫折，他该何去何从呢？
初出茅庐的蒋月泉当时舞台经验不足，没有注意用嗓，用蛮劲演唱，结果呢导致喉咙出血，尽管吃药保养也无济于事，只能从原来用小嗓唱余调改成用本嗓唱周调。但是他巧用心思，竟然在周调的基础上形成了早期的蒋调。那缠绵悱恻、深沉哀怨的弹唱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至此他一举成名，真可算是因祸得福了。我的恨呼是金庸先生的唱腔，这唱的是非常的大方，那么唱神的深情给你，我们年纪最非常的唱腔。那么李总的我上年唱腔，我也年纪，因为啥要改？我改了最非常的唱腔好像是相同的性质。那么在发作之里的一路的唱腔的变化。20世纪30年代，电台广播已相当流行，星罗棋布的私人电台成为了播放苏州弹词的窗口。蒋月泉以一曲《离恨天》横空出世，迅速走红，风靡了江浙沪3地。这3年红得哗啦啦的过，热里向嘛有故事啊，夜头唱一只电台叫《大白湾酒》，那么为了伊忙不过了，先买一部哈雷摩托车，又欢喜自家改出风头。那么我把这桩辰光呢，一接触小记住了。紧接着，哭沉香、灯下欠妻、黛玉焚稿等一系列开篇相继问世，蒋调就此广受欢迎。蒋玉泉的名字在上海家喻户晓。蒋玉泉呢，搿蒋调呢是诞生了海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搿个辰光，还正还是上海滩广播电台大力欣欣向荣发展的时期。搿辰光上海电台呢，侪拿蒋玉泉推了第一线。所以蒋玉泉呢，一个丫头，随也奔波世界电台，后来呢，被大家评为是电台上女。蒋老师已经做个点存在，你讲我是辣追调基础浪向发展出来，因为你个喉咙好，你唱出有韵味，有味道，人家才欢喜听你的。另外一方面呢，蒋老师吸收乐队的流派，包括北方曲艺，包括就是京剧。包括我的自家本土各种流派，你在吸收过来，丰富了自家腔调。窈窕风雨，都是娘。他是里生落在平安看。那个呢，流行来很爱句闲话的，叫无唱不讲，说飘就讲。蒋老师呢，一个讲调，大家侪欢喜唱，特别是像这大的娘，人人侪会得唱。让我印象更深的，就是我18岁。为分包蒋老师了。上海有一个地方叫陈塘码头，就是现在的沿后东路、福建路这个一条马路浪向呢，通通侪是台香店的会员店。到吃过中饭、吃过夜饭了，全部收音机里向通通侪是放蒋老师的讲的。中国只听见有可能像女可能像啊，搿李应天啊，灯下酒子啊，搿个啥个抱牛丫头啊，都侪是的，正规的目录侪是的。蒋调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与狂热的追捧，蒋月泉也成为了当时最红的评弹明星。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他隐隐地感觉到自己还有不足的地方。蒋老师离征求杨英梅搭理第一点，那么杨英梅大家侪晓得的，你非常风趣的气质，
那么你随对阿拉先生讲，说你还是要听真话还是听假话？当然要听真话了。你说现在你啊，先身体扎了一头衣裳，你的名气响得不得了，但那个艺术他那个名气来比起来了，为很多么距离。分析一下呢，你啥种唱，那识别方面呢，不啥种。发现自己艺术上的欠缺，蒋月泉决定奋起直追。他放弃了都市优越的生活，去苏锡常等大小码头的书场去经受锻炼。不出几年，他的说表技艺大大提高了。当时有人称赞他的演出说学得云亭之妙，弹唱有玉泉之神，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响当。大气流畅的弹唱，幽默含蓄的说表，造就了蒋月泉成为沪上评弹界乃至整个演艺界的当红明星。他又和张鸿生、唐耿良、周云瑞、陈锡安等名家强联合，先后组成七煞档和四响档，一时在书坛上所向披靡。七煞档，张鸿生组织七档书，张鸿生、潘伯英为一个老先生后事了，说书后后来如教育个老师，张建定、张建国、蒋玉娣、钟玉桥、唐耿良、周润档，18七档书，思想的么唐耿良、张建定、张建国、蒋玉娣、钟玉桥、周玉娣这些17个人，到1949年到香港去演出，那么思想党的就是到香港去演出，那么后来到1950年回州来了，到蒋玉娣啊出点点子，唐耿良出点点子，你都几时决出也是出不出来，出到10个。辣辣新社会里向，单单靠一档数量不来塞，必要投集起来做这个事体。新中国成立后，他放弃了个人演出丰厚报酬，与其他17个艺人共同组建了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即现在上海评弹团的前身，并担任副团长，带头拿固定工资，并积极创作演出反映新中国建设的作品。上海评弹团建都初期的蒋玉娣带领着大家边说新诗边画基层深入生活，所以蒋玉娣呢是我们上海评弹团的组织者开拓者一个引路人。当时光蒋玉娣老师辣头里向拿个工资，至于辣外头个出分之1到2。1951年11个年哦，整个评弹团只有11个年以后才抽高数画工资来。阿拉一到华府这个去开户，一片荒野，房子没个，房子没侬住到啥那户呢？就用芦苇搭起那个猎人说工吧，外水落大山，里向落小山。那么我们呢，就是辣石岗艰苦环境当中呢，坚持下去了。后来回到上海呢，就创造了一定把华府修好。这个是评弹历史上向第一只作品。季大友舍言意，为了生而无要绿沟本是我应当女在公地上大日离开婚儿的最三紧接着，蒋月泉又和王伯英、周云瑞、陈锡安等其他艺术家一起创作排演了《海上英雄》《林冲》等一系列有影响力的作品，并且连演3个月，场场爆满，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评弹的重视。其中《游回基地》和《林冲踏雪》等选曲成为蒋调的代表作。蒋月泉开始步入他艺术的巅峰时期。
为天灵上不能为了更好地继承弘扬传统经典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蒋月泉搭档金嗓子朱慧珍、作家陈灵溪以及2位善说白舌的名家杨仁麟、于韵玲一起参加整理长篇弹词《白蛇传》，使26回《白蛇传》留下了17段传世唱段，成为了整改传统书的成功范例。其中选取《赏中秋》成为了脍炙人口的对唱开篇。千里山大，金佛心，去嘎七上幸福神，我们不知几时来收大方能够缔结丝路，配了你这女贫民，好比斗水鱼儿有精神，我是某某张张，放不了你的手真工人吧。待女的是月让民，身让水，松让情，天吹不随上下听地久天长永不分。在白蛇拯救成功的基础上，他们又着手修改蒋月泉的另一部拿手书目《玉蜻蜓》。谈起当年的情景，蒋月泉的女弟子李英还是记忆犹新。我呢是1956年开进上海平台工作头，1956年的8月28日呢，团里向就是何中山团长精心安排我把蒋月泉朱慧珍老师为师。我们呢很幸运成为是蒋老师第一个女学生子。那让过后不几个阶段呢，团里向就是安排你一来跟蒋老师、朱老师，那么位于嘛就是陈灵溪来作家，出马头跟师学在白茶洲玉心亭。那么当辰光搿个陈灵溪来作家改编的辰光呢，一切一套的，当场就是陈灵溪来作家。的搿个蒋老师、朱老师改编还做下来，马上就是要排出来的。所以每日天一回书，搿个一段时间呢，伊跟子里也10几只码头得了。当辰光我总归记得里到搿个2位老师吃不落、困不着，
那么平常辰光，譬如有种疮痔，有种湿白，这个遇到真人的还蛮多的。这个机会呢，是真的叫一时不敢。《玉蜻蜓》讲述的是明朝发生在苏州南豪巨富金贵生一家爱恨情仇的故事，其中云房产子、铜桥石子、看龙船、片上辕门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回目。其中关子书安堂认母成为蒋月泉、朱慧珍搭档的巅峰代表作。蒋介石呢，里是有一张唱片是欧当日暮欧当日暮呢是得担子第一届金唱片奖。蒋介石得这个金唱片奖，辣正宫。相当珍贵，我已经珍藏海了海。如果说建国前蒋月泉是评弹界最走红的个体明星，那么新中国成立后，蒋月泉已经转型为了文艺轻骑兵的一员。无论在整理传统书目，还是编研反映新社会新生活的现代书目方面，都做了大胆探索，始终走在文艺革新的最前列。正当他在艺术道路上一帆风顺时，命运却再次展现出了他的不可捉摸。在一次偶感风寒之后，他的声带竟然不能自然闭合，让他再次陷入了绝境。一副好嗓子是演员赖以成功的基础，第二次倒嗓，对于一向追求完美演唱的蒋月泉来说，无疑是一场天大的灾难。那么他又是如何重新振作，再次走向辉煌的呢？蒋月泉因为再次倒嗓，变得心事重重，开始为自己的艺术前途担忧。幸好在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武戏文唱的启示下，他采取高音轻过、低音重煞的演唱技巧，成就了以唱人物感情为主的后期讲调。蒋月泉的2次倒嗓，他竟然都能绝处逢生，这与其说是命运对他的眷顾，不如说是他从艺数十年、浸润其间苦心孤诣所得到的回报。1961年，上海文化广场上，蒋月泉现场弹唱了一曲《莺莺操琴》，以高超的弹唱技巧征服了在场的上万名观众。61年到现在已经隔得蛮时光蛮多在文化广场啊，场面比较大，还是2万人，搿些辰光有1万多。那么我们也辣下头，蒋介石呢，一个子坐辣当中，我儿子张天国老师呢辣旁边帮你伴奏，一听伴奏，搿个声音啦有一段距离的，这样大个场子啦，一直在散脱的，所以你唱搿一张。莺莺操琴啦，
很吃力，很吃力。你个唱腔呢大方，不是这个我花腔嘛，让人都听得耳朵瓜里进去。你是大方，不上出些花腔人啊，来太人都不欢喜的。蒋月泉在数十年的书坛演出中，在说、学、弹、唱、演5个方面继承发展了传统艺术的精华，精心构建了有着鲜明特色的艺术体系和美学思想，娴熟地运用各种艺术手段与表演技巧，形成了蒋派艺术，把评弹艺术推进到了一个前辈艺人所不能达到的高峰，成为了评弹泰斗。人民北京小道士，小心的名。蒋月泉先生存世的长篇音频资料相当有限，其中24回玉蜻蜓沈家书就显得尤为珍贵。当年和蒋月泉拼档的姜文兰老师谈起这段往事，既紧张又遗憾。当辰光导师的这个录音呢，当场辰光通过电台马上放出去的，所以你压力蛮大的。那么特别是我的将来是还是立志拔出来的啦，所以当时辰光我是蛮紧张的。有一个听众小心来问我，你那读书来是生育性的这个看来蛮放松的，为啥呢？现在台上看来紧张的嘞？我回复性不理，我心里好。我张破影响将来是个实事。这个24位身高师呢，现在讲起来还蛮珍贵。从将来生角度，也可以讲是1倍。本来呢，这些是国家是说他是身高师的，可以留下来，金高师还接下去的。因为将来是这些辰光啊，身体不好嘛，有时来你也上片也不现在，所以到现在的蛮稀有，不将来是个金高师。大嫂啊，稍等好。不是一听啊，门开。我打第一来向你，你这个来嘛，我不追读。啊。头名追听刚刚在海里自家裤子过去。哎。我领过来嘛，我蹬一脚踢得来，痛得来。呀嘿，啥美的呀？先生，当心啊！那，给他开边上上。没好。椅子把它坐起来。哎，明朝你把它搬点，拿起来便当点。总归要来乡人。你说啥？啊。好了，先带杯茶给你吃。别。啊。啥个一来嘛，就是吃茶了啥？茶煮要吃也可以吧？多人家嘛，就是有茶不有茶。别个呀。啊别个。别个哈。啊别个。等下，我先来个。这可总归要认得。是呀。一来就是吃茶菜。等一下。来乡邻呀，我们喝咸的里喝些红茶，也很，茶叶也一头补的。这杯红茶配得点点浓的，发子喝的在，拿出来茶几上一放。陆先生，茶来在。小张呢？生日活龙吧。哎呦，总归要来乡邻。别客气。哈子做那个大理路上了，肚皮碰到子百姓在。今朝早上点心不吃，昨日夜里分吃。昨日中浪吃点白粥汤嘛，现在茶嘛就茶着，总归有点么是下气味，我不得来。不哈，搿口茶下去了，大概摇得刚口的嘞。你肚皮里向两条蛔虫的，我几只腿在那蹬。吃得饱个么子唔饱嘞，请你吃药。搿两条老歪个头，这种虎瞎子的，背鱼浪说上去就好痛了。噔，两什么瞎子中间，哎呦，我才分开出来。陆先生，坐上啊！陆先生，坐上来，陆先生坐上。肚里痛。那十三天了，我的肚里痛个家。肚里痛才是13年。不为预先，刚要来封花心的不为。不刚等过哪是来？我先生那位是新兵了，那是来买病家。这个阿叔这个旧病复发了。哦，
哥三哥，你今年发没？陆先生，你老婆里向通起来嘛？还说对方吃啥子啥个么子下去嘛？会得不通的呢？这个啥么子吃下去嘛会得不通啊？子？就这个种吃得饱么子下去了，就会得不通了。陆先生，在哪的乌龙啊？你走吧。陆先生，你不在地是个哪？过去哪了？过去也来得及了。要么我去弄给你吃吧。你去弄啊？我点点心给你吃。非呀。别个呀？别别个呀？啊别个？一人个呀？别，你外人过。你稍微坐不下。你稍微快点，快点啊！人家里侪一人个呀，大人家，一只盘40文子，叮叮当当的脑袋给他拨谁听嘛？茶几上一放。陆先生，别子先来在谁来文子里？茶几浪向来自家摸点吃吃吧。在上的，好，自家摸着吧，4大文子包哈。西瓜子，到苹果吃西瓜子。噗，熏青的，地不地海外。关于我也不哭了，里向还有我，来不及个里向要抢救了，还不来噻。第4大文子，哎呀，俺都听见，得特个，哎，俺都听见不着，我听见是啊，不要包括。蒋业泉时刻关注评弹事业的动态，他意识到评弹要发展，书坛新生力量的充实是重中之重，培养评弹接班人的任务迫在眉睫。1974年，上海评弹团从中学里招进了一批学员，蒋业泉走上了讲台，出任了辅导老师。秦建国就是74届评弹学馆中的老大哥，后来有幸成为了他的关门弟子。辰光这样老师呢，始终是个辅导老师。你对你搿批学生子呢，确实是用心。我记得你男生也拔一头搿血迹30米，就林冲当中一回事。那么碰到一个顶头可能就补吧，补是中专院，不会个呀。那么来了就搿些辰光，为子也教会你搿点中专院，你专门。应该搿辰光应该400多块吧，一只搿个开盘的录音机，那么里反反复复录音放拨你听，一头一头的录。我晓得你屋里向是录制或者10遍、20遍、几十遍，连侬自家觉着唱得比较满意的，作为模板抱到课堂里向来，再打你一个字纠正，要做到那哈来了，侬自家喉咙喊下头。声音没也改变。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蒋业泉的艺术境界开始转变，为整个评弹事业着想。1979年，上海评弹团受邀赴港演出，蒋业泉为了推出随团出访成员中最年轻的一对小双档，花足了心思。79年呢有一个机会，到香港演出，从74年开始好，到79年。一塌瓜子5年，年龄层比我要35岁，就这样一个小双档，可想而知，在报答精神来讲，也是非常很嫩的。这辰光这样来是呢，很迫切的希望，并没有机会，所以呢，你辣搿个浪向亲自为我们制定了出去表演的曲目，其中一头是搿个《白牛丫头》。白牛丫头搿辰光基本上唱是就男生唱，来了就狄伟为你当着2家头对唱，侬林黛玉、夫人公举的，你辣搿个浪向就是为我们搿个一次赴港演出，蒋老师花心血，唯一人呢就是蒋老师确实是通过你的关系，辣大公报浪向发一篇文章，我的学生到香港演出，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捧场。多多支持，用这样的搿点奋斗，搿也产生了，就拨人家有种期待。
蒋月泉非但在上海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青年评弹人才，他还多次回故乡，在苏州评弹学校的讲台上传授他的书台经验和艺术心得。辣80年代的初期，曾经办过几期讲座班。蒋老师呢，应该讲是每个一期几乎侪请得来，由于那个蒋派艺术的博大精深，而且理解手语讲、手语干。理解呢，希望呢不是单单好一只开篇，不是拨侬一匹布料，用得下去2件衣裳一做，总归用脱了。你希望是搿拨侬一台织布机，那么你为使用织布机了，你一匹布。那精度精实才还去织出来。但今朝辣蒋老师100周年诞辰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日节里向，你再来看蒋老师，来回眸这位大师，那么我觉得蒋老师非但是苏州评弹的表演艺术家，同时也是苏州评弹的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在陈云老首长出人出书走正路的方针指引下，评弹艺术代代相传。如今，蒋派艺术也有了第4代的传人。整个辣评弹界，辣实验性流派的队伍当中啊，蒋派的主队伍大概是顶头。那从搿个王伯英，我首先学生子，搿个第2代，再到第3代很多，因为王伯英有很多学生子，苏士英啊、张君梅啊。我单是张君梅下头一代学生子，黄海华、张义成、潘文英有学生子。包括我刘小成啊、侯卫东啊，还有3个学生子。那么你都再算学生子，也是第4代。所以这3、4代人数很多，都比较出彩。正在当年，基本上是辣搿个评弹界当中已经冲到了中坚力量，搿是可惜的。乡里蒋月泉先生一生致力于评弹艺术的传承创新，时刻关注评弹事业的发展提高，努力培养评弹队伍的青年人才。他先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曲协副主席等职务。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始终以评弹为伴，艺术至上。2001年8月29日，苏州评弹一代宗师蒋月泉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享年84岁。明月永辉，清泉长流，他开创的蒋派评弹艺术必将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血红